来看台积电早起伫高雄南马溪产业园区来进行2奈米扩产典礼，因为进前台积电宣布讲未来4档会伫美国来投资1000亿美金哦。外界是真烦恼讲台积电敢会真做是美积电的，这届扩产典礼嘛算是台积电会甲紧留伫台湾的决心，嘛代表讲领先全球的2奈米会当扩大量产咯。台积电伫2023年评估市场的需求，甲高雄厂是对7奈米甲28奈米的制程改做2奈米的先进制程。按算要伫高雄投资起5座的晶圆厂，计共是要投资1.5条。2奈米头一座的晶圆厂真顺利，按算今年下半年就会当量产咯。也毋过台积电今仔股票是落真济，落到910块，甲今年上悬的绩效1160块是落真济哦。也毋过台积电的股票愈落，台湾的投资人是愈济哦。伫顶礼拜5，台积电的股东人数嘛已经超过170万人咯。